把老他们到底不了，马路罢了，这就没问题，这价格差不多就蛮把个路，老帮么到不会忙，老帮好嘞。这滚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啊，路可以了，他出去干都得老呢，俺老家的，老板看不见那个到底是老板家里的，你老哪了？老个布啊，老了，后来他包吧，老布啊，他有把这里，老们布到我这儿布了个多。路呢出来了呢，敲个敲啊，快，敲个敲米啊，啊破了，完了敲米。我不喝了。我嘞不米去个这个，我们喝这个了，地了是吧？这个来怎么？啊，这么喝把地边再来这个了，不来。这不米我去个，我不米啦啊去这个，这个我如果来给包米这个。我们6个人。是啊。他把家里。他把你弄那个。哎。别个弄。在那里。我嘞包米个不不去包米。在那里帮忙人家个也没个。我后来还会个去包米。那个朋友个那个的。不，那嘞。在我这那个的吧。我做那个。你在那里帮忙干个也，你呀。那个嘛，那个嘞，这个那个老个嘞，别嘞这个，过来你去这个，过来你没打出这个什么？把些老玩意。过去了嘛，那个过来那接这个嘛。咱们家的这个。那过来没打，你接这个我再别过我过。咱家的。再不打嘛。咱家的就给他干了。没去这个嘞，没去这个就说啊，人家包了的嘛那个接，哦。那个我结婚呢。结婚你亲戚出呢？那大家我亲戚的我也是出。那大伙结婚都熬了，大伙那个结婚。我这个呢，也是出。没两个米这个我这米这个到下个也出吧。我一个家买到也出吧，不米这个呢我也出。啊，那熬个路两都差不多了，包回来。你没，你管你没两个人，你这也了。对对。我没两快的这个人家。我到我给花了这个钱嘛。那个你去这个了啊？你没来这个了吗？你现在啥？你给我干的？你现在你去这个了吗？这把这个来呀？你给我干。把这个呀？你这个我这了，你这把你给我干。这是搞完了嘛？对我来么干？哎，今天那搞个吧，有了那这个了，有个他带不回来。